上班啊去阿志哥小姐嘅公司，面试嘅结果样办啊？当然有请到头路啊，好在有阿志哥听说爱，讲爱当中的面试的空口，怎有顺利通过。哎呦，恭喜哦！你这样毕业2、3年就请到头路的哦。哎呦，我想爱哦，爱后日啦，我去边疆报道哦。哦，我去做兵咧，用还蛮体条那么啊。哎呦，莫搁讲的啊！无到清明的时节，爱唔会去啦。去下去人生就变无拍的哦。真紧哦。好啦，今日就冇考生咧。既然之前有讲到你的朋友伫国外啊，佢也下喊做地无啊？哦，佢係冇事情啦。不过讲到呀，爱手欠哦。我後來發現啊，幾隻同學佢傳信息俾人哋全部嘅同學呢，還有佢信息嘅內容啊，佢這個條件全部共用。嘿，佢為咗賺錢，聽說人來做詐騙人看，哎呦，佢全部嘅人都傳睇幾張感言，好得啦，冇人幫佢騙到，冇事才等人驚。佢開出嘅條件都奇怪啊！那有這種唔是專業就做賺太錢嘅事情，那有暗號嘅事情哦。我想啊，佢就會聽錯樣辦法，調適愛騙人這種啊，將畢業嘅後少年，人哋就當佢愛尋條路啊。其實我知道啊，那係真嘅本人騙的，咩唔是知道非常嘅見少，莫行敗路就好嘅啦。係啊，真是嗰種時候真嘅。然後阿志哥真嘅大相愛嘅，好嗰種是永不相信哦，永不有暗號嘅一個機會做得起咯。真是應該係嗰種時候，心跳都嘅壓力太大啦，怎麼樣想？係啊，其實真嘅唔是驚，唔是小暗道，時到時當啊，那係真嘅多多嘛嘅事情，就留佢變啊。嘿，錯，希望等到嗰種時，我哋做得當順利。錯啊，講到呀。跟你面試嘅時節啦，對方有問乜嘅問題冇？有啊，對方先請我小姐測啊，問我嘅興趣留專長。哈，興趣哦？佢記得有本學到冇？你嘅興趣唔係最中意去出名嘅奧多拜，係用種鐵山啊，一條戶外嘅運動嗎？唔會啊，記得知道啊，前後做戶外運動嘅社會，當強當好哦。再過來記得咩要介紹一下工作嘅內容哦。嚇，內容？哦，佢記得。一張嘢分幾多錢啊？幾多錢啊？迄總唔得講啦。唔過呢，幾種事啊，我咩唔敢問記得。後來迄我主管啊，就問我講，希望有幾多嘅業績，希望有哪條福利。再過來，我有簽按樣嘅保密條款，總係人講啦。唔過呢，總係人講就係呢，其實薪水啊唔會太差。再過來今年嘅獎金咪以後哦。哎呦，按金先哦，想下一下去做兵，唔啲做兵結束以後，會很多沙皮嘅腳鋪冇啊。唔是小按到啦，其實我知道你按有咩當好啊，做兵嘅時間咩做嘅思考當多嘅事情啊，比如講未來想要做乜嘅事情啊，人嘅人生嘅規劃啊，那係真人出來過後呢，就做得好好前條路，冇聽錯，出來過後就有人會搶咯，你按用啊，電腦放下好誒。希望等到嗰種時，咪做得像你講到嘅按順利，咪做份工作做當順利哦。好啊，咪做朋做兵愛順利哦，記得嘅鐵條牙毛嘅相片愛傳俾我哦。係真唔可以咧。哇，好得啦！阿成冇本影片呢，真嘅挺好咧。冇好，佢今天煩惱一件事情，韓國啊，其實煩惱沒動到哦。馬上啊，就會去考慮去做兵嘅事情。不過同時啊，佢咪為到呀小妹吃到當歡喜，看到哈，像佢按認真、按定一下嘅人，總算尋到條路咧。韓國人一級未當好哦，我相信啊，大家咪當滿意小妹尋到一條路嘅事情。面試嘅時間啊，其實接上都會請大七家來小姐七家。講到小姐七家，我當場咩唔知愛講乜嘅呢？唔知大七家講到呀小姐七家，唔會對哪位開始來貢獻呢？好啦，咩唔是少，等下馬上就會教大家講到有關面試嘅詞彙，韓國記了。
有哪条呢？每希望大家做得好好来好心，相信啊，好我哋有关客家话嘅小节切家，未对人嘅条路有太大嘅加分哦。一下就向下来看，天呢，我教大家呢，就是军营。军营的客家话，我用白讲，按到兵营。兵营，相信好讲到呀兵营，讲到呀做兵，细拉人呢，因为会知道，哎呀，我懂其他嘅，哎呀，我冇其他嘅，唔係那一種情況呢。唔過啊，講到做兵嘅時節啊，聽說要做一件事情，一開始我來報道，報道嘅客家話用辦講呢。按到報道，報道，無論你做兵愛報道，也係能啲新嘅條路，天意愛報道做乜啊？啲報道嘅時節，其實啊，啲下路程當中，係咪就會知道東緊張？好像呢，內心有很多小劇場，覺得等等啊，我的一日工作，條一日會發生那條嘅事情，做乜？唔過啊，家下有看到一個戲劇當中講到呀做兵，比方講，佢就會分享後天要去軍營報到。客家話我用辦講呢，後日我去兵營報到，後日我去兵營報到。哇！冇想到一下嘢啊，就會去兵營報到咧。其實啊，做兵就像做條路咁樣，心情咪會動緊張，錯冇啊。唔過啊，講到動作嘅事情，條件其實係同重要嘅。條件我用辦講呢？條件，條件。男士煙我用辦講呢？條件，條件。冇唔錯，大家就會想，唔一生嘅條件有符合我嘅公司麼？也係啊，啲冇共用嘅素材，唔嘅條件有適合麼？一條件就係大家會想嘅一點麼？比方講，他開出的條件很奇怪。佢開出嘅條件都奇怪，佢開出嘅條件都奇怪。男士煙我用辦講呢？伊開出嘅條件該奇怪，伊開出嘅條件該奇怪。冇唔錯，有陣時我會知道人嘅條件，也係人嘅事態開出嘅條件都奇怪麼啊？接下來呢，我教大家就係呀自我介紹。客家話我用辦講呢，小姐切家，小姐切家。男士煙我用辦講呢，小姐切家，小姐切家。當好哦。比方講啊，人哋面試嘅時節，我相信啊，我係主管，也係老五面試嘅人，聽錯就會講，請你自我介紹，也就是請我自我介紹。請我小姐切家，請我小姐切家。男士煙我用辦講呢？請我小姐切家，請我小姐切家。平常時係用辦嚟小姐切家呢？其實啊，小姐切家咪係有方法嘅哦。接下來呢，其實講到小姐切家，做得對人嘅興趣開始來講起。興趣嘅客家話用辦講呢？興趣，興趣，也就係興趣嘅意思。男士煙我用辦講呢？興趣，興趣。人嘅興趣係乜嘅？
做得感觉到人嘅手机切家嘅文创地位度，因为可能人嘅兴趣，然后佢公司嘅风格伊上唱哦，佢就会知道，哇，同适合我嘅公司呢。佢唔会做得感觉到哪度嘅东西呢？比方讲专长嘅客家话用白讲呢，专长，冇唔错，专长同重要哦。比方讲有的嘅公司啊，佢就会开嚟同到一条件，讲唔清楚爱哪一条嘅事情，唔清楚咩话底下一条嘅事情，可能一条嘅事情就系人嘅专长，给你面试成功嘅比例就较高啲位了。接下来，你们做的按样讲，我的兴趣和专长，我嘅兴趣老专长，我嘅兴趣老专长，男士嘅按样办讲呢？我嘅兴趣屯专长，我嘅兴趣屯专长。記得到呀，心也就是我讓人嘅嘴唇硬起來，興趣，跟自家嘅興趣有專長係乜嘅呢？接下來就做啲聽聽嘅來小記一下人自家了。唔過啊，講到呀面試嘅時節，你講到公司嘅福利，咪係考慮嘅嘢重點。福利嘅客家話用辦講呢？福利，冇唔錯。跟唔出做啲呢，讓人面試官講，希望有哪條福利，希望有哪條福利。客家話係按樣講，翻譯嘅意思就係講希望有哪些福利。唔就做啲同樣嘅面試官，向下來溝通，向下來分享一下，希望大家都做得尋到你自家當中意嘅條路了。好希咧，按到嘅詞彙韓國語嘅，唔知大家可唔可以嚟記到呢？以後啊，我去尋條路嘅時節。一條客家話就做得用得到了，咪希望大家做得順順利利，尋到自家中意嘅條路，賺到嘅錢，大家也係唔自家都當滿意哦。咪希望大家都做得賺大錢了。前面呢，我就係帶領大家向下嚟複習一下今本日學到嘅客家話，多多嚟練習幾擺，就像面試咁樣。練習幾擺，我嘅經驗更來更好，講嘅客話咪更來更好了。今日下，我就開始了。